第5輯轉章測試內容及具體測試方法。轉章共有7個項目嘅技術測試。第一項，正手對攻球，喺3球機會中計算連續對攻嘅累積球數。考生要喺1分鐘內命中80球或以上，需要有好好嘅協調性同擊球速度，先至能夠全取3分。第2項，正反手中台拉弧圈球，考生要離台1.5至2米位置，正反手不定點連續拉上旋球，20球為一組。考生拉球必須要有摩擦，令球有旋轉質量，否則命中球數都會被扣50% 嘅分數。動作協調及命中達19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3項，猜長擺短，由接發球開始，考生先猜長球到陪考員反手位置，即6.4，跟住擺短。請記住，猜長及擺短到達指定位置先至計1球。請按以下次序：第1至3球猜長球後反手擺短直線；第4至5球猜長球後反手擺短斜線；第6至8球猜長球後正手擺短斜線；第9至10球猜長球後正手擺短直線。弧線好及有質量，命中8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4項，正手或反手組合配套發球。考生喺配套發球中要求發出側上及側下旋嘅斜直線長球到指定落點，再配合下旋短球，旋轉有區別，質量要好。命中9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5項，正手接發球，考生必須以正手拉球或攻球接發球，來球係分別位於側身位及正手位嘅上下旋球，要將球接回到指定落點才算得分。第1至5球要求接到1區，第6至10球要求接到4區。接發球方法正確，旋轉速度好，命中達7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6項，猜中側身拉球或攻球。呢個項目要求考生喺猜中側身拉出3條不同嘅路線，到達指定落點。第1至3球要求落點到1區，第4至6球要求落點到2區，第7至10球要求落點到4區。旋轉速度好，落點到位，10球一組，命中達8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7項，步法，單步、跳步、交叉步。首先做20秒單步接推側撲徒手步法，跟住多球測試，要求考生打一短球後接推擋側身撲正手步法，4球命中才算一組，連做測試15組，命中10組或以上，並且步法靈活，可得3分。以上7項技術球數攞滿分可得21分之外，擊球動作、擊球質量同靈活性滿分可以攞9分，即轉章技術試滿分為30分，合格分為20分。